伫咧屏东内部最近有几个路段是来做人行道混块工程，确实引起争议。包含有的人行道竟然是比车道搁较宽，嘛有两线道向救做一线道，还袂少驾驶是无细致地驶去对向。这议员接到定情了后，有赶紧找相关单位去会勘研究，变怎改善。 那个机车道是205公分啦。民众直接提醒，实际伫人行道让互大家看。内部国中附近进行人行道混跨工程了后，附近民众却发现人行道比双向的车道搁较宽，影响到骑机车、脚踏车的空间，造成汽车甲机车抢道的乱象。而到下晡，议员李世干就邀请县政府交通队到现场做伙会勘。现在车子越来越大，行人有多？哎，不要激动，有人吗？这个第一端1块30公吨，22块。好，从那个围墙到这里22块，就6.6米。它那个单向是3.2米。双向的话是6.4米嘛，那你的人行道比道路还宽。光做这个工程没多久就已经发生2次，以前这边就常车祸了，然后这个工程开始施作之后，车祸没有减少。民众表示，亲像南华路、文化路路口本地就无宽，混跨了后用分隔岛，民众要转弯拢袂惯势，害伊骑脚踏车跋倒，就几啊台车甲反光的标志弄歹去，而且这搭所在大台车接出入，无机车道保护，骑奥多摆足无安全感，惊讲安尼车祸只会愈来愈多。标线这个行车的那个轨迹画出来，让大家可以依循。然后大家因为路口缩小了，大家进入这个路口的时候是不是都会减速？路口扩大之后，我的机车跟摩托车不会切过来。我们把这个公园退让出来做人行道，实际上跟没有占用道路原有的含义。会勘了后，县政府回应讲，未来会加做号志管制车辆。交通队也表示，会搁确认路线和状况，画线提醒大台车的驾驶，希望大家会当调整骑车的惯势，让行路的民众有一个友善的空间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